有几个身心障碍团体透早去立法院陈情，因认为国内目前无针对身心障碍者坐飞轮机提出指引，意思每一间航空公司个人有个人的规范，拢无同款。民航局表示，已经有和桃园机场公司成立推动小组，针对兵团的诉求，会赶紧讨论建立指引。今年4月，坐电动轮椅去日本出差的林君杰，因为电动轮椅的电池看袂出是毋是人拆，和骆驼航空拒绝停机。事后航空公司道歉，也专业负担伊改坐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不过，信用团体讲，感觉受到歧视，而且像这种坐飞机不方便的案例，只是真侪问题的一件尔。每一次都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活动的感觉哦，就是说，我碰到不一样的航空公司，它的规定就会不一样。那有时候呢，你也要碰到地勤人员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很多的重度障碍者都表示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机边领取到他个人的轮椅哦。重度的障碍者、极重度的障碍者，有很多人有他的坐姿摆位的一些客制化调整。当他坐在那一台机场的基本设备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受到身躯的一个伤害。甚至有视障团体讲，因规定目睭看无的朋友，烧招要去马祖耍，也有一寡目睭看有的人带引去，不过要坐飞机时阵，则插一粒仔和航空公司拒绝，理由是共团的一般人伤少，希望会当1对1。民间团体向民代陈情讲，国内应该制定信用者登机指引。和航空公司有统一的标准做，以便信众旅客唔知要如何是好。我们会来要求民航局必须拿出方案，告诉这些各大航空公司跟机场公司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尽到最基本的义务。对此，民航局回应讲，为了要服务身心障碍者的旅客，除了要求各航空站甲民航业者爱伫咧官网设置专区。民航局也伫咧官网建立平台，连接相关的网页。民航局也已经甲桃机公司最近成立通用化无障碍交通环境的推动小组，希望来讨论民间团体所希望的建立统一指引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